你有冇諗過，平時我哋去街市買嚟街曳，餐餐都食緊嘅魚，其實係抗癌同埋保護心腦血管嘅最強武器。但係如果你揀錯咗或者食錯方法，隨時會由補身變做傷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認真行入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健康寶藏，講下有邊6種魚。如果你經常食，真係連癌症見到你都會走夾唔唞，仲可以幫你對手。好好啖預防心腦血管病，等你可以長命百歲。可惜嘅係，現實生活入面真係好多人都唔知，甚至日日買錯魚，煮錯方法。講到尾，我哋香港人最講究食得鮮甜，餐餐飯局基本上都有一條蒸魚撐場。不論係平時屋企食飯、去酒樓做節，定係去大排檔同班老友聚會，無魚不歡已經係我哋嘅飲食 DNA。不過近年大家健康意識提高咗，成日聽人講要少肉多魚，話魚肉有優質蛋白質，脂肪又低，係養生嘅首選。呢句說話其實只係啱咗一半，因為如果你唔識得揀品種，甚至分唔清邊啲魚含有豐富嘅 Omega-3 脂肪酸，邊啲魚有重金屬超標，咁你食再多嘅魚，都可能只係做緊無用功，甚至會加重肝臟同腎臟嘅負擔。今日我要同大家逐一剖析嘅呢6種魚，全部都係街市好容易買到，而且營養價值高到你想象唔到嘅神級食材。第一種我一定要強力推薦俾大家嘅，就係好多香港家庭主婦去街市都一定會見到，而且價錢好平民化嘅秋刀魚。好多人以為秋刀魚係日本料理先有得食，或者覺得佢多骨有陣苦味，所以平時行過魚檔都未必會望佢一眼。呢個真係天大嘅誤會。秋刀魚喺營養學家眼中，簡直就係平民燕窩同埋血管清道夫。佢身上嗰層閃靈靈嘅銀色外皮，其實蘊含咗極其恐怖嘅 Omega-3 脂肪酸。入面嘅 EPA 同埋 DHA 含量喺所有海魚入面直情係名列前茅。當你到咗40-50歲，或者家中有長輩已經踏入60-70歲呢個階段，心腦血管嘅彈性就會開始走下坡，血管壁好容易積聚垃圾，形成血栓。呢個時候，秋刀魚入面嘅 EPA 就可以發揮好似清道夫一樣嘅功能，幫你降低血液入面嘅壞膽固醇同甘油三酯，令到你嘅血液循環變得好似10零20歲嘅後生仔咁順暢，自然就可以大大降低心肌梗塞或者中風嘅風險。至於 DHA 更加係大腦嘅天然補品，可以延緩大腦衰老，幫你預防認知障礙症。如果你想阿爸阿媽到咗80-90歲都仲精精神神，記性好到可以同你打牌，平時真係要幫佢哋煎條秋刀魚。而且秋刀魚因為生命週期好短，通常得1-2年壽命，所以佢喺海洋入面根本冇時間去累積咁多重金屬同微塑料，比起大型嘅深海魚，秋刀魚安全得多，可以話係性價比最高、最讓人安心嘅抗癌防病神魚。跟住要講嘅第2種魚，相信大家去親壽司店或者西餐廳都一定會食，冇錯，就係三文魚。三文魚除咗好食、口感豐腴之外，佢其實係一個全能型嘅健康炸彈。好多人都知三文魚對心臟好，但係你未必知佢喺抗癌方面嘅驚人表現。三文魚含有非常豐富嘅蝦青素，呢種成分係一種超強嘅天然抗氧化劑，佢嘅抗氧化能力甚至比維他命 E 高出好幾百倍。當我哋嘅身體隨住年紀提高，或者因為工作壓力大，經常熬夜，體內就會產生好多自由基。呢啲自由基會周圍破壞我哋嘅健康細胞，引發慢性發炎，最終導致細胞變異，演變成癌症。而三文魚入面嘅蝦青素同埋優質 Omega-3 脂肪酸一齊聯手，就可以喺體內築起一道堅固嘅防火牆，強力消除呢啲自由基，抑制發炎反應，將癌症嘅火苗直接撲滅喺萌芽階段。對於防範大腸癌、乳腺癌同埋前列腺癌，三文魚嘅效果尤其顯著。另外，三文魚入面嘅大量維他命 D 亦可以幫助我哋身體調節免疫系統。如果你平時喺寫字樓返工，由朝到晚曬唔到太陽，體內好容易缺乏維他命 D， 免疫力一低，病毒同癌細胞就會趁虛而入。所以一星期食2-3次三文魚，無論係輕輕煎香佢，定係做沙律，都可以幫你由內到外重塑免疫屏障，令到血管保持年輕，癌症自然唔敢喊上門。第3種要同大家介紹嘅係我哋廣東人家庭最熟悉，亦都係街市鮮魚檔嘅常駐主角揸魚，或者大家平時叫開嘅花揸魚、青花魚。好多人去街市買魚，總係鍾意追求買活生生游緊水嘅淡水魚，覺得咁樣先至夠鮮。但其實好多淡水魚因為飼養環境同飲食習慣嘅關係，脂肪酸結構遠遠比唔上海魚。參魚雖然平時多數以冰鮮或者急凍嘅形式出現，但係佢嘅營養價值完全係帝王級數。參魚最勁嘅地方，在於佢除咗有極高嘅 Omega-3 之外，仲含有非常豐富嘅輔酶 Q10。
大家平時聽化妝品或者護膚品廣告，成日聽人講富米 Q10可以抗衰老、保持皮膚彈性，但係你知唔知心臟其實先係最需要富米 Q10嘅器官？心臟一日24小時，一年365日不停跳動，需要消耗極大嘅能量，而富米 Q10就係心臟肌肉嘅發電機。隨住我哋年齡增長，到咗30幾、40歲之後，人體自己合成富米 Q10嘅能力就會急劇下降，心臟動力不足，人就會容易攰、胸悶，甚至增加心臟衰竭嘅風險。多食叉魚可以直接為你個心臟注入源源不絕嘅動力，加強心肌收縮力，穩定血壓。同時，叉魚入面嘅豐富硒元素係一種極之重要嘅微量元素，具有強大嘅抗癌解毒功能，可以幫身體排走重金屬，保護肝臟。香港人平時工作壓力咁大，食無定時，容易有都市病。一條簡單嘅鹽燒叉魚配碗白飯就已經係最頂級嘅護心抗癌良藥，做法又簡單，直情係打工仔嘅恩物。第4種魚，大家可能成日食，但係好少人會將佢同頂級養生聯繫埋一齊，佢就係沙丁魚。可能好多人會話沙丁魚唔係多數做罐頭咩？罐頭食物邊度健康呀？呢個觀念大家一定要改改佢啦。其實沙丁魚因為身形細小，通常喺海洋食物鏈嘅最底層，佢哋主要食浮游生物，所以佢哋體內累積嘅水銀等重金屬含量，基本上係所有海魚入面最低嘅，非常之安全。即便是製成罐頭嘅沙丁魚，只要你揀啲原味、鹽水或者優質橄欖油浸嘅佢入面嘅 Omega-3、脂肪酸、鈣質同埋維他命 B12，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。沙丁魚有一個好多大魚都冇嘅神奇優點，就係因為佢細條，我哋食嘅時候通常會連埋佢啲魚骨一齊食埋落肚。沙丁魚嘅魚骨經過烹調或者罐頭加工之後，已經變得非常酥軟，入口即化。呢啲魚骨含有極高嘅活性鈣質，非常容易俾我哋嘅腸道吸收。大家要明白，當人到咗40-50歲，特別係女性步入更年期之後，骨質流失嘅速度會好似坐過山車咁快，骨質疏鬆一嚟，輕輕跌一跌都有機會造成嚴重骨折，直接影響壽命。而且醫學研究顯示，補充足夠嘅鈣質同維他命 D 對於預防結直腸癌有非常顯著嘅幫助。沙丁魚同時具備咗高 Omega-3、高鈣、低重金屬呢3大優勢。佢幫你強壯骨骼嘅同時，仲可以順便清理埋血管入面嘅垃圾，抑制腫瘤細胞血管嘅生成。平時返工唔想煮飯，開一罐高質量嘅沙丁魚，用嚟夾麵包或者拌意粉，既方便又健康。千祈唔好因為佢平，因為佢係罐頭就睇小佢。第5種要講嘅魚，如果你去街市魚，一定要問下魚檔老闆，佢就係馬鮫魚。馬鮫魚喺我哋廣東沿海一帶非常受歡迎，香港人通常中意將佢切成一塊塊做乾煎馬鮫魚或者醃成鹹魚。當然啦，為咗健康著想，我哋呢度講嘅係新鮮或者冰鮮嘅馬鮫魚，而唔係高鹽醃製嘅鹹魚。因為鹹魚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1級致癌物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。新鮮嘅馬鮫魚肉質非常厚實，而且冇乜細骨，食落去好有滿足感。喺營養層面，馬鮫魚係一個隱藏嘅控壓高手同埋抗癌先鋒。馬鮫魚含有非常豐富嘅鉀元素，鉀離子喺我哋身體入面主要負責對抗鈉離子，即係鹽分。香港人平時出街食飯、茶餐廳嘅重口味嘢食、例湯，多數都落咗好多鹽，導致體內鈉超標，血管壓力大增，血壓自然高。馬鮫魚入面高含量嘅鉀可以幫你將體內多餘嘅鈉排出體外，從而好自然但幫你放鬆血管、穩定血壓，預防高血壓引致嘅腦出血或者心臟病。除此以外，馬鮫魚入面含有大量嘅不飽和脂肪酸同埋多種氨基酸，呢啲成分可以提高我們身體裏面巨細細胞同天然殺手細胞嘅活躍度。呢啲免疫細胞就係我們體內嘅保安員，日夜不停淡喺血管同各個器官巡邏。一旦發現有細胞開始變異，想變成癌細胞，免疫細胞就會即刻衝上去將佢哋消滅。多食馬鮫魚就等於每日幫你嘅體內保安部隊加人工、添裝備，等佢哋可以更有效率但幫你防禦癌症。最後第6種，亦都係最適合老人家、小朋食，而且喺香港街市極之普遍嘅就係象魚。特別係燕尾腸、白腸或者金腸，倉魚嘅外形扁扁地，肉質非常之鮮嫩細緻，而且最緊要係佢除咗中間一條主骨之外，基本上冇乜暗刺細骨，食嘅時候好方便。好多人覺得象魚味道清淡，唔知佢原來對心腦血管有咁大嘅保護作用。象魚含有豐富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對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好明顯嘅幫助。香港人好多都有三高問題。
特別係到咗50幾、60幾歲，好多時去體檢，醫生都會話血液太粘稠，好容易造成微血管堵塞。如果大腦嘅微血管塞咗，就會變成中風；如果是心臟嘅冠狀動脈塞咗，就會引發心絞痛，甚至心梗。倉魚嘅不飽和脂肪酸可以增加紅細胞嘅變形能力，令到血液可以更順暢淡，通過那些極之微細嘅毛細血管，將氧氣同營養送到身體每一個角落。同時，倉魚入面嘅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E 含量都非常理想，呢兩種維他命結合埋一齊，可以有效保護血管內皮細胞免受氧化損傷，防止血管硬化。從抗癌嘅角度嚟講，壯魚豐富嘅微量元素可以促進核酸同蛋白質嘅代謝，增強組織修復能力。當身體細胞受損時，可以得到及時修復，就唔會俾癌細胞有複製同擴散嘅機會。加上佢容易消化吸收，對於脾胃虛弱、消化功能開始退化嘅老人家，或者大病初愈需要補充營養嘅人嚟講，象魚絕對係溫補嘅最佳選擇。講完呢6種對心腦血管同抗癌有極大奇效嘅魚之後，我相信好多人已經迫唔及待諗緊聽日去街市要買邊一種。不過喺度，我必須要同大家落一落毛毛雨，提一提大家一啲好關鍵嘅飲食真相。如果你烹調方法錯咗，再好嘅魚都會變成健康殺手。我哋廣東人最中意食蒸魚，呢個其實係非常之健康，亦都係最值得提倡嘅煮法。因為清蒸可以最大程度但保留魚肉入面嘅 Omega-3、脂肪酸同埋其他營養成分，又唔會引入額外嘅有害物質。但係有2個壞習慣，大家一定要改。第一，好多人蒸完魚之後，中意燒滾一大殼花生油或者豬油，然後托一聲淋落條魚度，再加大量熟油豉油。你要知道，滾油嘅溫度非常高。當佢直接淋喺魚皮同魚肉上面嘅時候，會瞬間破壞入面本來好脆弱嘅不飽和脂肪酸，令到 DHA 同 EPA 大量流失，而且仲會令到原本低脂嘅健康魚瞬間變成一盤高熱量、高脂肪嘅油膩嘢食。長期咁樣食法，非但幫唔到你清血管，反而會令到你嘅血脂越來越高。正確做法應該係用極少油，甚至利用魚本身嘅油脂去蒸，最後落少少生抽調味就夠。第2個壞習慣就係有啲人中意食煎魚或者炸魚，覺得咁樣先至夠香口。高溫油炸會令到魚肉產生大量嘅過氧化脂質，甚至會產生致癌物甲環胺。你本來想食魚抗癌，點知因為高溫油炸，反而食咗一堆致癌物落肚，咁就真係得不償失，完全違背咗養生嘅初衷。另外，大家喺買魚嘅時候，亦都唔好一味追求越貴越好，或者越大條越好。好似有啲人好中意買一隻重達10幾20斤嘅大型深海魚，覺得好有面子，肉質好正。但係喺大自然入面，食物鏈有富集效應，體型越龐大、壽命越長嘅肉食性魚類，佢哋體內累積嘅甲基汞等重金屬，往往超標得越厲害。如果長期大量食呢啲大型魚，重金屬會喺我們體內無法排出，慢慢毒害我哋嘅神經系統同腎臟，甚至會誘發癌症。相反，正如我頭先推薦嘅秋刀魚、沙丁魚、鯽魚呢類體型細小、生命週期短嘅魚類，重金屬風險極低，營養反而更加密集，更加適合我哋日常餐桌。所以返歸根本，食得簡單，食得清淡，揀啱魚種，用最純粹嘅清蒸或者慢火輕煎，先至係真正嘅廚房智慧。健康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亦都唔需要你花費大筆金錢去買名貴嘅補品。只要我哋掌握咗呢啲生活入面嘅營養知識，喺日復一日嘅一日三餐入面，做出一點點聰明嘅改變，將呢6種真正能夠抗癌、護血管嘅魚融入我哋嘅飲食習慣入面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同屋企人嘅身體會變得越來越有活力。到咗60、70歲，甚至80、90歲嘅時候，依然可以行得走得，享受生活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實用健康真相，可以幫到大家喺養生嘅路上少行彎路，唔好中伏。記住，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，食得健康，活得精靈，先至係對家人最好嘅愛護。